希望以菩提心的发心而听闻。接下来讲的这部分是在讲，当自己受到病痛的痛苦的时候，该如何将将保持心态，将这个病痛转为修持菩提道的道用。在思维当自己从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罪障，全都艺术为今天的这个病痛。然后思维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也和自己一样，都希求快乐，想要脱离痛苦。所以当自己的这个艺术果成熟于自己的身体遭受病痛的时候，将此病痛希望可以代替一切众生去受苦，从而以此来净除自己的罪障，并且同时可以利益到众生。并且思维着自己，从往无始以来，对众生造作的损害，都可以依靠这个自己，为众生代替的这个病苦可以尽除，然后口中念诵祈请文。接下来讲的是将一切魔障也转为道用。当自己遇到各种飞天或者是魔障，或者是妖魔鬼怪的这个障碍，呃，希望以自己的这个观修自己的肉身，都分为几百万段，然后同时施舍给天龙八部或者是各个魔障，希望可以以此这样观修方式将自己偿还所有的一切冤亲债主，并且遣除这个魔障，同时也要思维依靠自己的这个魔障净除，也代替了一切众生的魔障都得以清净。啊，然后思维一切冤亲债主、一切魔障，都因为得到了各自想要的这些偿还，所以都满意而归，从而遣除一切魔障。接下来讲的是遇到委员，将一切委员都转为修法的道用。去思维之所以今生自己遭受到如此的病痛，或者是遇到如此的魔障，并且治愈种种的这个困难和障碍，都是因为自己从无始以来对众生所造的这个损害，才艺术在自己今生的这个身体上，所以希望自己在今生的这样的病痛可以偿清，偿还往昔自己损害众生的一切罪障，并且在他们境前忏悔，得到这个清净罪障。希望自己的这个痛苦可以代替一切众生，让众生的痛苦减轻并且消失，得到清净。从而依靠自己净除罪障的这个
佛行，获得这个断正的功德，从而利益到所有的众生。然后口中念诵对上师三宝的这个祈请文。希望自己恒时都可以，思维意念众生的痛苦，恒时都有想要利益众生的心念。接下来讲的是这个护持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戒。当你遇到各种的魔障、病痛或者违缘的时候，将它视为这一切外显的这些魔障、病苦都是由自己的我执之心所显现的。然后再安住在这个远离无生，安住在这个无生无住、无趣的这个远离一切执着的心念之上。将这个世俗谛的一切外在的显现都视为如梦境或者幻象，并且以慈心和悲心或者菩提心与空性无二无别的状态之中安住。之后同时祈请上师三宝加持，念诵祈请文。接下来是第57段，也就是行持四行，修学这个菩提心。以自己的这个善念护持自己的三门。不管是自己所食也好，所饮也好，都将这些一切所食所饮都作为供品供养给诸佛菩萨。当自己在穿衣的时候，观想着自己所穿的衣也是在供养这个诸佛本尊，并且成为他们身世的这个庄严。当见到这个佛像或者听闻到佛的名号的时候，自己也随心起念发愿，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如此佛陀般的相好庄严，并且能讲诵84万法门，能利益到一切众生。不管是自己所观何处，眼睛看何处的，只要被自己看到的一切众生，都可以获得这个解脱。当这样子观修的时候，观想自己的上师和自己无二无别，然后在这种外显和这个内心的这个空性无二无别的状态之中，安住。接下来讲的这一段是第58段，也就是当如何往生时的这个在临终的时候的这个窍诀。也就是当临终的时候，将自己的一切身外之物都供养给三宝，或者是施舍给众生，希望可以以此令诸佛欢喜，并且能利益到众生。
之后也紧接着就是依靠这个发愿的愿力，让自己在临终那一刹那，或者是在中阴，或者是在来世，能够观修这个空性，或者是观修大悲心，从而成为这个修持密法的瑜伽士，能利益到自他一切众生，一切的这个佛法和立身事业都可以得到任运的成就。之后是，并且思维是，因为从无始以来，因为这个我执的这个障碍，让自己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今还流转在轮回之中，遭受着这个轮回的痛苦。所以呢，在今生这个离世的时候，或者是临终的时候，希望自己能代替一切众生，希望自己代替一切众生的我执，也就是当我临终的时候，当我去世的时候，当我死亡的时候，也就是众生的一切的这个我执，也跟着一起被自己带去，或者是也跟着一起死亡，从此消失。然后观想一切众生，依这个大悲心，将一切众生的痛苦都摄举于自身，然后当自己临终的时候，也可以把一切众生的痛苦带走。接下来讲的这一部分是在讲这个行仪的这个力量。那么这第18届这个辩经法会，摆段引导文的引导文，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对于这样的引导文，如果能尽力，不是仅停留在这个念诵上。如果我也有尽力的为大家讲解，但是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加上时间的不允许，会有一些困难，因此呢，未能像所想的那样能为大家讲解。像昨天讲了这个四座上师瑜伽，也就是四座上师相应法。也为大家讲解了一次，然后因为它是这个密法的修持，不能做这样广传，或者是不能为大家广传，因此呢，在这个 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对于这个四座上师相应法，希望可以从网络上撤下来，可以从网络上撤下来，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像昨天我在这个上师相应法的这个讲解，只是自己就这样就没做准备就跟大家讲解了，没做的太多的准备，并不是仅依靠我所讲的就去修持，应该在一个具体的上师境前求受这个灌顶，然后求受这个引导文，一步一步的如理如法的去修持。像昨天讲的那个四座相师瑜伽，它只是
为了呈现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缘起，所以才为大家讲解，希望大家谨记。那么明后天，这个辩经法会过几天就要结束了，也就会之后就是噶举大曲院法会的这个法会。因此呢，这次噶举曲院法会的行程，对于这个行程，会有知一全解的这个第9是噶玛巴翁须多吉所著的这个继续知一全解的这个观点是这个24尊寂静本尊的这个观点与授权，所以今年会给予这个观点与授权。我no 我对于这个一次性将24尊寂静本尊传给大众，这也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像之前所准备的话，就是要本来是传授这个十轮金刚的观点，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为了成型，所以就改为知一全解的这个授权观点。那么所谓的授权，在还没得到授权的话，就要求授他的这个大观点。那么当在观点之中，在知一全解之中有很多这个寂静本尊，因为这些寂静本尊大部分都是事部和行部的本尊，所以首先在这个灌顶的时候，就先一定要获得这个事部的灌顶，必须要在之前求授。那么在事部的话，分为这个出世间的3种。在出世间的3种之中，有如来部和莲花部以及金刚杵部、金刚部3部种性。那么对于这个如来种性的话，也就是说也称为如来部。当你获得如来部的这个灌顶的话，那么就对于莲花部或者金刚部就可以代替他们，所以仅获得一个灌顶也可以代替其他，但是有各个上师也有不同的这个程序和见解。那么对于这个如来种性的话，在3个种性之中是为最上层的种性。那么如果能获得如来种性的话，那也就可以代替其他2种灌顶。那么对于如来种性的话，主要的如来种性主的话，那是释迦牟尼佛，也就是他需要依靠这个释迦誓言部，依靠释迦誓言部的这个序部。在这个是序部总集，在萨迦派的在罗登旺波所汇集的一个序部总集之中有这样的观点，所以呢，这次我们就迎请了这个萨迦法王，萨迦法王天津仁波切，特地迎请他，也尽力的迎请他，有去敦请他，会在12月20号上午传授这个释迦三誓言的这个观点，所以这个传法上师呢，也就是萨迦法王，因为萨迦法王他是具足圣贤的这个大德，也是这个第16世个大宝法王噶玛巴传记之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有关这个法王的传记，所以这2位法王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16世法王也特别尊重萨迦法王，因此呢，这次特地迎请萨迦法王来到这里，
对于在这个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之中，各教派彼此之间，希望可以，水乳相融，希望可以誓言相合，希望可以依靠此缘起，能够让各教派更加的和睦。所以呢，希望大家也以此谨记。那么今天是这个最后的第18届辩经法会的课程，在最后的课程上，想要为大家有一些教诫也好，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想跟大家讲一下。会跟大家讲3句，因为藏族的话是一般都说3句，但是3句都可能要耽搁几个小时，所以对于噶举传承祖师，噶举传承祖师说，也就是对于这个顽固的相续，顽固的自相续，所谓的顽固的相续，就是在文思修的时候，文思修的所谓的文思修就是想要就是要流转自己顽固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处于这个过失之中，就像机器出故障一样，我们的心也有过失，所以心有过失就要去改变它，就要改造它。我们的心是不能用扳手或者是拧螺丝就可以修好的，要以这个文思修来改造自心。比方说像牧人的话，他们要将这个非常坚硬的这个牛皮，将它们搓揉。将牛皮搓揉得非常的柔软，所以仅是这个搓揉这个牛皮也有很多过程。最初要涂上水，然后涂上酥油，然后用手反复的这样搓揉，反复的搓揉，所有也。同理，我们的这个文思修也应该这样，以这个就像用涂水，然后思就像涂上酥油，修就是像是在搓揉一样，将自己这个顽固的心依靠这个文思修的方式，将顽固的心转变。所以如果文思修可以成为扭转自己顽固心的方法的话，那么文思修也成为了也具足了它的真实意义，否则的话文思修也将落入空虚，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最初呢我们大家都进入佛门出家，然后手持这个出家身相。那么既然你手持了这个出家身相的话，所谓如果就不应该去这个就不应该有失于这个出家相。那样怎样讲呢？也就是说，噶举传承祖师曾这样讲：如果一对父母他们有几个孩子，那么他们就会商量哪一个孩子要让他出家呢？就把如果是一个比较笨一点的小孩，或者是比较丑的小孩，也没有任何讲究，他就会说如果让他在这里守住家产的话，可能很难，将会一事无成，然后就让他去学佛，然后就把他送到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寺院，或者是送到一个大寺院，或者因为有一些小孩是一个很顽皮的，总是打架闹事的话，那么他们就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小孩一定会把我们送上法庭，可能会让我们引上很多官司，还不如让他去修法，然后就把所有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把没有用的觉得他没有任何成就的小孩送到寺院去修法。
这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现象。把这个最好的自己留在家中守护自己的家产，然后把不好的都送到寺院。当然，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像那些如果考试不及格，或者没毕业的，就把他送到这个寺院。因为没有找不到工作，那么就逼不得已，就是说无处可去的这种小孩，不知道该让他们做什么，就把他送到寺院。但是呢，不管是怎样，不管是怎样，是被父母逼迫送进寺院也好，不管是怎样的事情，只要你一旦你进入佛门，你穿上这个出家的僧袍，你出家，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也就是非常殊胜的。这是因为因为前世的业力和愿力，所以这证明你还是有一些福报。因为依靠这样出家的身相，就代表你可以让这个自己离这个断除轮回不远。因为呢，释迦牟尼佛曾讲过，只要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教法出家的僧众，就会在弥勒佛世就可以获得果位。那么，就算再怎么下等，在这个千佛成佛，在最后一尊佛的时候，也会获得成就佛果。所以呢，就轮回也会有一个穷尽之日。因此呢，所谓的出家也非常的圆满，仅是这个出家也是非常的圆满。然后依靠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加持，加上自己前世的愿力，然后并且能够值遇具德的善知识，得到各种的这个教导，并且能够善护戒律，也依靠这一系列的自己也可以获得一些成就。因为一般来讲，虽然这个每个人出家入佛门的这个方式不同，但是因为各自的运气也好，或者是各自的经济努力也好，也可以成为这个善知识，也可以成为大德，也有这样的希望。比方像马尔巴大师、马尔巴义师呢，他去卓密义师，他父亲把马尔巴义师送到卓密义师去学习翻译。然后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马尔巴大师他的习性是非常的顽固的，非常固执的，所以他父亲就想，或者他可能会杀人，或者会被人杀，所以这很危险，那还不如让他去修法吧。可能修法更利于他，所以他父亲就把马尔巴大师送去卓密义师信前。那么最后呢，马尔巴大师成为了一个圣贤的这个大德，成为大成就者。虽然最初他是依靠什么因缘出家的，但是只要自己有能力，最后也可以成为正士，也可以成为善士，更可以成为这个大成就者。所以既然你已经出家了，既然已经成为僧人了，已经成为僧尼了，那么要有怎样一个身相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如释迦牟尼佛在戒律之中所讲的，而如理如法去守护。因为有的人说所谓的这个僧众，别人就会说僧人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行走坐卧法，应该护持这样的戒律。或者有的人就会，既然出家了，他们就会有一种绸缎的这个裙子，或者像藏地、印度还没有看到过，以前藏地在这个裙子上面会缝上这个绸缎，在这个绸缎的
绸缎的这个缝制的这个针线，用绸就像这个西红柿一样的这个艳红般，在左边缝上十八个这个右边缝上18个这个针线缝上的这个图案，像这个戒律之中并没有说讲的这么没有说裙子要缝得这么华丽，但是觉得出家以后，有的僧人就穿得非常的华丽，呃，将这个知足少欲忘得一干而尽，而把这个僧众就变成一种流行，裙子也要非常流行，披单也要非常流行，就像因为像它的颜色，有人会说这个颜色是非常流行的，这是现在是最流行的这个绸缎或者是布料，我觉得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像往西噶当派的有这样一个说法，也就是噶当派的历史，也就是噶当派在这个施受化缘的时候，当你在施受那个施食的人和受取的人两者摄取的功德呃施主和比丘之间要放一个小木棍，当这个功德主供养这个食物的时候，比丘没有受取，比丘就说为什么你不收取呢？然后比丘说因为我们中间有一根木棍，那么我们之间就有间隔了，所以我不受取这个你所供养的。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当时有一个这个老妇他有一个田地被一个僧人抢走了。那么这位老妇呢，他听说这个刚才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僧人讲，当时那位僧人把他的田地抢走了，真是太后悔了。如果当时在那个田地边上放一根木棍的话，可能他就不会被抢了。所以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时的这个戒律的戒条是非常严谨的，这只是在阐述它的严谨之法。同理呢，符合这个戒条的这个下安居，下安居的各种僧人的行仪，如果要依照这个戒条的话，那么对僧人如果能产生清净相，依照这个戒条一样去修持的话，那么自然就会升起这个清净心。否则的话，如果不去手持戒条的话，就把这个视为还装模作样视为这样的话，要对其他升起清净心的话就很难了。如果不这样去守护的话，就和这个戒条之中所阐述的戒律之中所阐述的戒条有所违背，就成为顽固的僧人了。顽固的听闻是什么呢？所谓的听闻，顽固的听闻，因为有的人最初他背诵一些经文，然后他就有这样去背诵，但是对于所背诵的经文的义理，并没有如理去
有所理解，也没有结合自相续去行持，然后就落入去到各个乡村城市去修法事。最初这个最初虽然背诵经文，但是这之后却落入在去修法事，仅是在念诵仪轨，总是看到某个人的这个过失，说这个不行，他做的也不行，他所行所做都是错误。如果成为一个老师指点别人的过失，就会落入这样一个状态。在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之中这样讲过，像往昔一个年长的一个比丘，哦哦，一个年轻的比丘对年长的比丘说：“哦，你长得像一个猴子。”然后他之后就，后来他心生懊悔之心，然后再就去忏悔。依靠他的忏悔之力，他没有堕入地狱。然后，但是因为这个业力，然后他扭转成投身为这个500世的这个猴子。所以嘴上大家都会讲因果的定义，因果的定律，会这样会那样，或者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有这样的这个因果。仅如果仅是以开玩笑的说法说你像猴子的话，也会投身为500世的这个猴子的话，那可想而知，这个因果是多么的严密。所以呢，虽然嘴上可以将这个因果的定律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行持没有结合的话，那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要将这个所谓的所听闻的法结合自己的心，才算有意义。否则的话，如果所听闻的这个法将它成为这个贪吃的这个工具的话，那就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了。所以一定要让所听闻的这个教法结合自心，让自己的行仪非常的调柔。总之呢，对于我们对于一个文法的人、文思的人，应该对所有的教法、所有的教派都升起这个清净心，都应该如理如法的升起净信。对于上师的这个身口意的功德要了知，以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对上师三宝升起这个尽信的话，那么你的所有一切修法都会进入轨道，一步一步的就会迈入这个解脱之道。否则的话，如果不如理如法的修持的话，有可能也会堕入到三恶趣之中，继续遭受痛苦。因此呢，这次这个辩经法会，我们都聚在这辩经法会来召开法会，也并非是仅是这个辩经法会期间，各个僧人在各佛学院修法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最初要有一个没有任何过失、没有任何误区的一个发心和动机。就算你只听闻了一句佛法，也要让这个所听闻的佛法成为这个烦恼的对治法。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就证明你所修的法就有了意义。希望大家能够谨记于心。那么如果也再多
再多讲的话也没有太多的利益的。那么百段一段文的这个口传期间呢，各位这个佛学院的学生以及各位也有很多的这个在家信众，前来这个听闻。那么也可能你们会呃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念诵，大部分都是口传，对这个百段引导文，口传之中没有这个藏文没有英文和中文的翻译，呃因为这个口传的部分不能直接翻译，大家也不知道究竟在念诵怎样，所以这可能会有一些不圆满。但是各僧众，因为主要的这个文法众是这个各佛学院的僧众，所以呢，我很难满一切很难满所有人的愿。因此呢，虽然你们每天都来听课，都不辞劳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到这里来听法，所以很高兴。也因此因缘呢，我的信心也增加了，也代表你们对我的这个认定和肯定，所以在这里也感谢大家。那么从第一天我也跟大家讲过，像多珠电饼里面，大师说，对于这个讲法的，就算他有1000种过失，就算他在这个过失下都不能站立起来，但是他所讲的法，是具足意义、具足实义，是善说之法。如果能如果能修持他所说的法的话，也会有所成就。虽然这个所讲法的人有过失，但是并不代表所讲出的法是有过失的。所以大家也应该在修持上懂得懂得如何去善巧的取舍。之前我也讲过，我自从这个认证为伽玛巴的时候，当时认证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要成为伽玛巴的这个准备，我没有任何的准备。当时我只有7岁，将这个责任视为是上师的加持和自己的愿力，我只是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机会，将它视为一个机会，我也在尽力去把握这样的机会，去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有时候所谓的快乐，或者是具足实意，或者是快乐的日子，如果两者如果要称一个重量的话，那么就算你没有过多的快乐的日子，但是因为你有一个责任的话，也没关系。总之呢，我一直都在尽自己的全力，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大家也知道，所谓的伽玛巴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历代的伽玛巴，都是这个圣贤的高僧大德，然后坐在他的这个座下，然后要持他的名号，然后做他的事业的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自己是伽玛巴的话，你会怎么做呢？你们如果这样去想的话，你们就会知道了。
你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感受了。就随随便便就给一个人安利上一个伽马巴的名号的话，会怎么办呢？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非常的辛苦，也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也不能说是跟别人去诉苦，说自己很辛苦，没有人可以说，呃，因为诸佛菩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前来，这个世间救度众生。如果他们说辛苦，他们累的话，那么呃，嗯，呃只能是他们自己惭愧。所以呢，嗯，都是在尽自己的全力，在行持承办这佛法和众生的事业。最主要我这次在这里要这样讲的话，并不是说要代表说我做了很多事，你们一定要感谢我，你们也一定要给我奖励，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能承办这个佛法和众生的事业，如果能护持伽马巴的事业，呃，对于护持伽马巴的事业，并不是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合力。比方说这次，各个冈仓噶举的这个佛学院各位堪布和所有的学生，你们大家也应该帮忙，也应该帮助，也彼此帮助，齐心合力的承办众生和佛法的事业。特别是对于这个上一世噶玛巴的这个教言，我们大家也应该去手持，是并不是说他自己怎么做，这是他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都把这个责任推到一个人的话，是很难的。如果有一天迫不得已的话，有可能是我一个人很难承担这些责任。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齐心合力。所以说我为大家在传法，在讲引导文的时候，有的人会说讲得好，有的人会说讲得不好，有的人说会讲法，有的人说不会讲法，会有各种的评论。我并不是在发誓说我很会讲，我很会讲法，并不是这样，而是迫不得已。总之呢，这些不重要，但是呃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大家都担负起这个责任，来承办这个佛法和众生事业。否则的话，仅是我一个人要承担责任是很困难的。因为并不是我一个人，伽马巴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化身转世，不管有多少世，还会降临。在他的本性来讲的话，本性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身相会有各种的不同，来示现于众生眼前。因此呢，对，就像人与人一样，需要彼此去依靠。因此呢，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帮助。谢谢。